元朝末年，伫东北一带，久无落雨，草木拢打死，连个一滴水都恶臭。有几内县城拢已经成灾，百姓的生活非常的困苦。但是，伫洪江内湾却是酒池肉林，歌舞升平。唱去真好，也跳去真好。对。阿庆，现在你实在真会替寡人拍手，真好，真好。只要皇上欢喜，微臣应该效劳。平白无故，什么人伫靠金钟？启奏皇上，他说过求见皇上。好事！皇上正在掩面作乐，不准交杂。听啊！这靠金钟的人是托相国。是。又伫咧讲真要紧的事，叫皇上肃见。胡说！太平之年，哪有紧急国事之日？一派胡言！夏卿，现在托相国乃是三条元老，必定有真正紧急的国事要造，应该爱回觐见。是，还他觐见。传旨。他说过真干。万岁万岁！应该平身，谢皇上。相国有甚么国事要造？回皇上，臣接获国府州官紧急公文速度，恭请皇上龙眼而来。哦。夏卿，现在原来你是派人国府州官去强掠民女，有这款代志？启禀皇上，微臣正准备要训练一班的歌妓来奉献皇上，所以到处来聘请民女参加，并非强掠。那是安尼，就不要紧咯。禀皇上，夏太尉。强掠民女之事乃属确实，不但如此，尚且在议院之内撮合做两州而作乐，此乃非有道明君所当为。万岁千万不可定为酒色，趴远国政，以免国家后患无疆。这。
自古以来，神不说君非。启禀皇上，太上国竟然敢如此放肆！夏太尉，你身为皇亲，是阮足乐不思报答君恩，有幸皇上珍美酒色，你这是死不无辜！两位卿家为了一点仔小事，何必着争论呢？皇上，自从夏太尉江秋民裂了后，民心大变，到处盗贼四起。现在，东北一带之地有数官遭受旱灾，皇上就不及早降旨慰抚民心，只恐不久将来天下大乱，哪时就反悔莫及了。启奏皇上，方才一声霹雳，请得天放一角，地上出现一个洞穴。啊！启禀皇上，洞穴内面并无什么物件，只有这个石。哦。敢讲这个树叶内面有什么奇珍异宝？太卿，现在将树叶解拍开看卖。遵旨。请皇上观看。天苍苍，地茫茫，干可尽，味各方。元中改，日月榜，混一统，东南风。太卿，现在内中这24字是什么意思？禀皇上，医生的看法，只恐不久的将来，天下会多兵四起。莫非这是天意？这启禀皇上，以微臣的看法，元中改，日月榜，混一统，东南风。这就是讲，假使皇上你若愿意将元朝的年号中改，安尼就会当山河一统。对，对，元中改，混一统。故若是将年号给改过去，就会当天下平安无事。来，即刻大殿传旨，将元中改至正元年。遵旨。至正元年。天苍苍，地茫茫，干戈尽，味各风。元中改，日月光，
分一统东南风。文书，这24字是要怎样啊解释？天意，这是天意。文书，这是吉也是凶？贤弟，照你的看法，这以学生看来嘛，是凶。干古井就是不久的刀兵四起，袁仲介就是元朝的气数阶级，混一统东南风，就是东南城有人起义要来推翻元朝。你的看法不对，杨国皇上伊的猜测却规个拢错误。伊以为讲经改年号变就会当解决问题，其实这是于事无补。李德芳，这就是主日；日月帮就是明日，也就是讲将来有一个姓朱的人，伊来接掌乾坤。将国号台湾改为明，这样看起来，这个人就出生在东南方。陈官贵啊，这座山你看啥款？这山为山脚甲看去吼，是无啥物货。啊，若为山顶啊看倒落来，上影讲山明水秀，风景如画。是讲地理先啊，咱国来较山顶来去找，一定有好的地理，我看是无问题啊。当然咯，当然咯。啊，这座山号做啥物山啊？我做香蕉岭。准女啊，你搁遮等哦，多阵来再甲你送。光辉啊，你是要我等偌久啊？我无甲你包规工，你一工要算偌济？陈官贵啊，咱来这是要看风水，也毋是要佚佗啊，无偌久就要转去，无偌久啦。要紧啦，就安尼算，就安尼算啦吼。多谢光辉，多谢光辉。地理先呢？地理先啊！地理先呢？光辉啊，我这来看吼，山我人袂歹啦，
遐吼。啊，地理先生啊，地理先生，地理先生，这是什么代志啦？地理先生，嗯，你借问你吼，什么会做风水哈？什么？风水你安办？问你，是讲从那祖公要遐骨头甲安葬落去，这就叫做风水啦。哎，你捌无？哦，将祖先的骨头甲伊抬落，安尼有做风水啊？我那条骨头到现在还未抬咧。哎，地理先生，地理先生啊！唉，实在有影有够歹找，有够歹找。啊，要紧啦，咱今仔是找无，明仔载搁再找，毋是共款。啊，咱到处伫找啦，想要找一讲出顶的风水哦，实在无遐尼简单咯。啊，来啊，地理先啊，等今仔日互你食辛苦，啊，一个休困一个啊，哦，啊，你腹肚嘛枵啊，哦，啊，食一个点心就食一个茶才过来啦。不会咯，不要，我腹肚袂枵。客气声嘿啦，食啦。啊，那当然我就无客气。哎，多谢王哥，多谢王哥。那，多谢。唉，人讲有财无主非为贵，有主无财莫算命。咱老汉食到50、60啊啦，一世人食清拢无烦恼，敢若烦恼无后生啦。实在有影，对阮祖先真袂交代。王贵啊，找到，是找到，好地业，好地业，打破铁的不的厝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是讲，哦，你是讲这个所在是无？啊，王贵啊，你福气到伊啊，你福气到伊啊，恁的祖先哪会敢得到这个幸福？恁全家代代不但讲在顶拥护，就是还阁会出金子。真主，对啊，就是皇帝啊。地理先生，啊，你啥个你敢讲笑啦？无咯，王贵啊，咱这代志，人人知影。我甲你讲的句句实在啦。你看，这个所在有成一龙头无？也为车伫甲看起，有成一尾龙无？满山树木清一色，三条岭顶出青苗，这明明是真正的青龙县啦！青龙血，青龙县。地理先生啊，地理先生。大哥，哎呀，真有啊！打什么代志啊？哎，是安尼啦，地理先生。我想要拜托你甲我找一个风水吼。阮爸的骨头，我都还未带咧。哎呀，无时间啦！地理先生，我拜托你啦，无你嘛安尼凊彩吼，无甲我找这位啊嘛好。真有啊！无我问你，阮拄仔伫遐创啥？你敢有看到？无啊。无恁拄仔是伫这咧创啥啊？无啦，莫无啦！等，拜托你啦，起来过船啦，转来去啊！真无当吼你哦。